我谈一场千万级的生意，易如反掌；让一个破产公司起死回生，轻而易举。怎么就在感情这方面溃不成军呢？现在这种局面呀，送你2个字：活该。你还是我兄弟吗？你不仅不安慰我，你还说风凉话。当初你要装病，我就告诉你不妥不妥，你听吗？你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报应来了。我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他现在完全不理我。陶特助，刘总，公司1年1度的团建开始了，您参加吗？团建，你们去吧，不要烦我。公司团建，设计部不参加？各部门会分批进行。怎么了？这种非正式场合，大家心情放松，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难道你不应该抓住机会找田小姐道个歉，请求个原谅，然后重归于好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李怀，李军师 ，help me！ 刘总，你看看这套方案，吃饭、K 歌、打麻将，一条龙服务，非常的接地气。俗。那您看这个，真人 CS 剧本杀、密室逃脱，紧张刺激有活力。幼稚。你看看第3套方案，海边度假村，阳光、沙滩、满天的星星，有情调。就他了。啊，海边度假风，休闲且浪漫。刘总，您关于这次的团建人员和流程安排有什么指示？各部门分批进行。为了奖励设计部为萌宠系列做出的贡献，特批允许带朋友。告诉赵长，带上谢谢。我有2个特邀朋友。您的意思是您只参加设计部的团建是吧？你觉得我有时间全部参加吗？啊，明白。设计部我会着重安排的。记住，一条宗旨：活跃气氛，放松心情，拉近距离。刘总放心，我保证这次团建之后，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最好是。好舒服啊！太美了！廖四啊，我给你拍张照。好。甜甜，这儿太晒了，把伞拿着吧。不必了。我有预感，偶像剧里面追妻火葬场的桥段马上就要。刘总找这个团建的地方真的是太好了啊，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哎，那有个观音，咱俩过去看一眼。快，走。刘总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参加设计部的团建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助垒成功。你就算了吧。相信我，在这么轻松浪漫的氛围里，肯定会成功的。我的追妻之路就交给你了，李军师。李军师，我下岗了吗？不愧是千盛集团的团建啊，这规格，这气派，不得不夸一句，你们家刘总审美还真挺在线的。Rose 小姐，请你注意你的立场。谁家刘总？明白，姐妹这次来绝对不是贪图享乐的，而是带着任务的。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总之，对你百利而无一害。喂，我已经在等着了，你多久到？马上。谁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嘿，不告诉你。那边那个小木屋好好看，我去逛一逛啊。
喂，Rose，我已经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好你个 Rose，什么时候变成内鬼了？阿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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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总，我没心情再看你表演套路了。阿田，对不起，我这次真的没有套路，我是真心想弥补的。我之前看待事情的角度有些自私，这是我争取到巴黎设计师爱丽丝的国际交流课，希望你可以收下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？我希望你离我远一点。阿田，我做不到，我就是因为做不到远离你，所以我才犯下这样的错误的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支持你的梦想，只不过这一次，我很害怕失去你。在我的人生里面，你是单选题，但是在你的人生里，我却不是。你怎么知道你不是？所以说，我也是你的唯一选项。你原谅我了？没有，我在你这缺乏最基本的信任。那是因为你太过美好，所以我都不信任我自己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可以胸口碎大石、冰桶挑战、跳海，什么惩罚我都接受。我才没你那么奇葩的脑回路呢。我才不原谅你呢！还胸口碎大石，这都能想得出来。还有 Rose 那小叛徒，什么时候叛变投敌的？今天星期四。天哪！学长还等着我回复呢。学长，感谢你帮我争取了这么宝贵的助教机会，更谢谢你能喜欢我。但是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想留在他身边。其实我早就猜到答案了，只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感情影响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。学长放心，我会一直努力下去的。不会因为感情而迷失方向，而是为了对方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们终会在国际设计展上重逢。期待再会。